立委陈廷辉上午发现最佳的助选员，为4位年轻的议员助选。不管是要拼连任的蔡永全、陈怡贞、甲周丽珍，或者是要接棒林志聪的余柱清，4位的共同点，除了陈廷辉甲陈怡贞2位姐妹仔，是妈妈的2位查某囝，其他3位嘛是拢有2位的查某囝。甚至是年轻的新手妈妈，因此4位候选人选择的模式，将以亲子的活动出发，举办一系列泡泡派对，鼓励亲子来行出户外。他们有很多的发想哦，因希望公有这个泡泡派对可以让年轻的爸妈可以走出来，去关心政治，去了解到底谁在为我们的教育发声哈。尤其亲子泡泡派对，其实很多的小朋友都很喜欢哈。那我们要兼顾到疫情，所以用一个又可以兼顾到亲子，又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很开心的，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泡泡派对。那几位议员包括是驻青在大南科区，还有南区安平区的丽晶，他们2位都是年轻的爸妈，所以年轻的爸妈就最了解我们年轻爸妈的一个需求。那我们的这个东区蔡旺全议员也是2个女儿的这个爸爸。那我跟怡珍呢，我们虽然没有生小孩，但是呢，我们是把所有的小孩当成自己的小孩。我们家也是2个女儿，所以你看今天就是这么的凑巧哈，就是这么凑巧。所以我们就是长期以来就是关心教育。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中，现场嘛请来1位泡泡的街头艺人表演。随着街头艺人泡泡绳索一扭，现场充满梦幻的泡泡，就亲像雪花同款四界来飘散。这一系列的亲子泡泡派对的活动，第一场将伫10号伫水皮温公园来登场，接续15、16分别伫南区的明亮里公园、甲东区的和平里公园来举办。2日伫新化宝兴大地庙前广场，欢迎有兴趣的亲子共同参与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